嘛是高雄的消息，日飞游戏拜六礼拜将伫高雄宣传大型英鱼翁的降临，引起大家的关心。18英鱼翁呢，关封了后，煞来随消防，未少市民真失望。想不到昨下晡又搁点点关封会出现啊！真高做形影，真侪人真介意，专员去遐翕相，游客真欢喜，讲有够好，有够欢喜。啊，这款的宣传活动为高雄带来真大的观光商机。依照观光局的统计，今年1月份到10月，韩国观光客有12万人次去高雄游览，成长幅度有5成，是各国观光客成长率上济。柑仔色的衫、门水长长，绑长机头长尾啊，面部表情出现伫海面上，游戏的角色引起翁仔，搁再活起来。海岸边过来民众拢咧翕相，因为悬13米的引起翁仔昨日冲起出现一个了后，搁消防一直到昨下晡，搁再冲起。比我想象中的迷你一点。因为之前以为跟那个黄色小鸭一样会很大一个，结果刚发现它很迷你。但会不会觉得很可怕？其实不会啦，因为其实知道那是电影，它不可能就是真的会发生像电影的事情，还蛮震撼的。怎么说？就是比我想象中真的大很多。然后它就是在水面上这样，让我觉得小朋友看了会觉得很特别啦，就是什么娃娃掉下去了这样。我觉得高雄这几年真的好多活动哦，每个礼拜都超级多活动可以参加的。流行游戏第2季就要开始放送，明仔载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宣路大群举办宣传活动，除了有无人机表演，嘛就民众穿粉色的衫，扮作粉红大军，暗算会当带动百亿商机。因为今年正月，黄色阿比亚伫咧同一个地点，成800万人次来访。根据观光局统计，今年正月到10月到高雄的国际观光客人次，分别是港澳23万、日本169万、韩国12万，其中韩国的成长率上悬。上阵国际观光客的商机，高雄观光局最近阁安排外国团来访，参与大港阅兵、减少加嘉年华等美食活动，互韩国游客真介意。这个阁配合游戏的整体行销，嘛互国际搁在看到高雄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